兄弟姊妹們係講多少理、多叫、多煩惱，我愛祝福隆重兄弟姊妹，因為到咗嘅經節，喺呢個詩篇記55、23節，用987家交出一個小理在上帝裏面，所以佢照顧你，佢看顧你。嗱，然後嚟講，越咩越叫上帝講冇在自家為跌落呢個小理嘅方面，自家小佢要照顧，佢冇本自家有同在心中裏啲，所以先有人係講自家要反過度、小過度交出俾上帝呢個小，因為到呢個一個領土，你thì叫這樣講自家啲，但係寫出要順經嘅講，係嘛計。你唔識看到嘅在呢個目珠，夾在呢耳孔你唔識聽到嘅，你心中你唔識諗到嘅，嗱，隆重上帝準備將本切家，嗱，交出本上帝呢個手裏咩講切家出唔係啲乜計唔係啲，意思嚟講咩咧？交出本嘅嚟講，切家天下依靠佢。多救家己，要親密家己，然後佢照顧自家，然後佢答應自家嘅小理，自家嘅煩惱，自家交出本嘅講，自家嘅痛苦，佢要答應。所以佢嘅經節講，你冇看到嘅，你冇諗到嘅，你耳孔你冇聽到嘅，佢能夠祝福自家。意思係講自家天下嘅生活，即係依靠上帝嚟獻祭，依靠上帝嚟祝福自家。自家要得到一心理嘅路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